宜兰头城唱歌，宜兰头城的唱歌是伫每年咱人7月底要关鬼门的即暝举办，是真趣味、真闹热的宗教民俗活动。活动前几天，就爱搭一座悬拄天的高坪，坪骹是12支大跳，跳悬39尺，跳身嘛是真人嫌的大山。坪帮捅出大跳6尺外，这叫做倒塔坪，因为塔伫顶悬的坪帮比坪骹搁较宽的意思。坪顶搁徛13座孤塹，挂鱿鱼、鸭掌、腊肉这类的搭料。孤塹悬10外长，上顶头插一支顺风旗，规里外远都看会到，人甲鬼拢看会到，拢会来唱歌。唱歌头一步，就是为坪骹抹大跳上坪顶。坪跳抹牛油是骨柳树，唱歌的人得5个人一队，用人踏人，搁拔大扫的方式，将一个人沿坪跳吐到坪帮下骹。这时，一个好汉就爱双手插入坪帮的空旁，双脚吊半空中，慢慢吊到坪帮前，点一个飞天挂角的功夫，将人喊上坪顶。这步上界硬斗，毋是每一队拢会当喊起哩。头一个喊上坪顶的好汉，就赶紧去爬高塹，唱迄支上悬上扬的顺风旗。听人讲，这支旗啊，若插伫船头，就会喜气满船载，所以有船头家会出官价来买这支旗。唱歌这个活动，咱毋若普渡阴间的好兄弟，嘛会将祭品留予阳间的人分来食，为食会当看出咱的人善良有同情心的好品行。作者屈文石。